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1月17，诗篇25篇50安尼讲：因为患难的日，伊要暗中保护我。伫伊的掌位内，将我藏伫伊布边看密的所在，举起我伫石盘顶。三甲来祈祷，伫患难的日，保护阮的天父。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尊贵甲荣耀的上帝，你是疼痛甲怜悯的天父。主啊！你是阮的倚靠，阮的帮站，阮的盾牌，阮的避难所。阁是时刻看顾阮、保护阮的上帝，因为你的慈爱永无改变，你的信实直到永远。主啊！伫阮拄着患难的时，世间人讥笑阮、攻击阮，因讲：恁的上帝伫叨位？主啊！求你拯救阮，脱离迄个攻击，因为阮伫患难的日，你要暗中保护阮，伫你的掌位内，将阮藏伫你布边看密的所在，举起阮伫石盘顶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感谢主，伊是伫咱患难的日，暗中保护咱，也将咱藏伫伊布边看密的所在，举起咱伫石盘顶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